欢迎来到星光说故事。小朋友、大朋友，请坐到一个舒服的地方，或闭上眼睛。我们要开始说故事咯。今天要说的故事是我会好好说话了。晴晴是一个很聪明的小女孩，脑袋里常常有很多的想法。不过，她有一个小小的坏习惯，她的嘴巴比脑袋快，常常还没想清楚就把话说出来，一不小心就会冒出一些让人不太舒服的话。这天早上，妈妈在厨房喊：晴晴，来吃早餐咯，记得先去洗手哦。晴晴正在玩积木，皱着眉头说：哎呀，手没有脏啦，每次都要洗，烦不烦啊？妈妈愣了一下，心里有点伤心。她只是想让晴晴健康，没想到晴晴会这样回嘴。时间慢慢过去，该出门上学了。晴晴背起书包，一路嘟囔着：哼，讨厌，每天都要被催。到了学校，老师笑着说：晴晴，今天可以帮老师擦黑板吗？晴晴听了，两手叉腰，嘟起嘴巴：哼，我才不要擦嘞！教室瞬间安静下来，小美悄悄对旁边的同学说：哇，他好凶哦！阿豪连忙往旁边退了一步，小声嘀咕：我不要跟他同一组做报告。晴晴完全没注意到，她只是觉得自己说出真心话而已。可是她的话就像小针一样，悄悄刺痛了别人的心。放学回到家，爸爸笑着问：晴晴，今天在学校过得怎么样啊？晴晴把书包往沙发一丢，皱着眉头说：无聊死了，老师一直叫我做事，好烦哦。爸爸愣了一下，没有马上回答，只是拍拍晴晴的肩膀，心里却想着：哎呀，晴晴怎么老是把话说得这么凶呢？那天晚上，晴晴气呼呼地把鞋子一踢，重重摔在地上，砰的一声，吓得小狗阿布都躲到桌子底下。就在这时，咚咚，房间角落突然冒出一个毛茸茸的大东西，它长着大耳朵，鼓鼓的肚子，还一直打嗝。救命啊！有怪兽！晴晴大叫。那生物拍拍肚子，懒洋洋地说：我不是怪兽，我是情绪怪兽。情绪怪兽！晴晴瞪大眼睛，怪兽咧嘴一笑：对啊，每次你说没礼貌的话，或者气呼呼的大吼大叫，那些情绪就会变成食物，被我吃掉。他拍拍肚子，所以啊，我才会越吃越胖。晴晴傻眼，难怪你这么大一只，
那如果我一直这样，你会不会撑爆啊？情绪怪兽打了个饱嗝。我是不会爆，但你的朋友可能会被你吓跑哦。隔天早上，晴晴在书桌抽屉里发现了一副闪闪发亮的眼镜，镜框上写着一行小小的字：戴上我，就能看到别人的心情泡泡云朵哦。哇，真的假的？晴晴半信半疑地戴上眼镜。这时，妈妈端着早餐走进来，头上竟然漂浮着一个灰灰的云朵，里面写着字。哎，晴晴老是顶嘴，我有点难过，也很担心她。晴晴睁大眼睛，把眼镜拿下来，低声说：“咦，我只是说话快而已啊，怎么大家会这么难过？”到了学校，她偷偷戴上眼镜，看见小美头上冒出一个粉红色的云朵，上面写着：“晴晴刚刚说话好凶哦，我好害怕，不敢跟她玩。”阿明头上也浮现一个蓝色的云朵，里面写着：“我不想和晴晴分到同一组，我好紧张哦。”晴晴的心咚的一下沉下去。原来我说的那些话会让大家觉得这么不舒服吗？从那一刻起，晴晴开始想，我是不是可以试着说得温柔一点，也听听别人的心情呢？晴晴一整天都戴着那副魔法眼镜，她发现原来每个人头上都会飘着心情泡泡云朵，有的是开心的黄泡泡云朵，有的是灰灰的难过泡泡云朵。哇啊！原来大家的心情都能被看见呀！晴晴觉得好神奇哦。中午吃饭时，老师走到她身边，轻轻说：“晴晴，今天能不能帮老师把汤匙发给同学呢？”晴晴正想说出“为什么又是我？我才不要！”但这时，她偷偷往老师的头上看了一眼，只见一个小小的灰色泡泡云朵慢慢冒出来，上面写着：“希望有人帮忙，这样同学们才能快快吃到饭。”晴晴愣住了，原来老师不是想为难她，而是真的需要帮手。她咬咬嘴唇，把原本要说出口的话吞了回去，改成笑嘻嘻地说：“好啊，这次我来发。”同学们接过汤匙时，不停地说：“谢谢晴晴。”哇，你今天好热心哦！晴晴的脸一下子红了，但心里却很开心。她抬头一看，老师的头上灰色小泡泡慢慢变成了金色的亮泡泡，上面写着：“好开心，晴晴愿意帮忙了。”情绪怪兽从教室门口探出头，朝他竖起大拇指。不错嘛，第一次成功咯。
晴晴忍不住偷偷笑了起来。原来好好说话，愿意帮忙，不但不会很难，还能让大家都开心。回到家，妈妈端上晚餐，青青说：“晴晴，等一下吃完饭，记得把一些盘子拿去水槽哦。”晴晴本来想脱口而出：“为什么每次都要我收啦？”但她停了一下，戴上眼镜一看，妈妈的灰色泡泡云朵写着：“其实我今天好累哦，只是希望大家能一起帮忙。”晴晴眨眨眼，忽然懂了。咦，原来妈妈也会累呀，我还以为大人都不会累呢。于是她点点头，吃饱后把自己的碗和一些盘子拿去水槽，还想了想，把爸爸和妈妈的碗盘也一起端过去。妈妈的泡泡云朵立刻变成闪亮的金色。哇，晴晴今天好贴心呀！妈妈笑着说：“晴晴，谢谢你的帮忙。”晴晴心里一暖，笑着跑去拿抹布擦桌子。到了晚上，爸爸皱着眉头边看文件，头上也浮出一个灰灰的泡泡云朵。今天工作好忙，脑袋有点痛。晴晴想了想，跑去倒了一杯水，递到爸爸手边。爸爸，给你喝水，可以休息一下哦。爸爸一愣，立刻笑得眼睛弯弯的，头上的灰泡泡变成了亮亮的黄泡泡。好贴心的小帮手，谢谢晴晴。情绪怪兽在角落偷偷鼓掌。嘿嘿，看来你越来越懂同理心啦。原来帮别人想一想，会让心情泡泡云朵变得闪亮亮呢。晴晴开心地笑了。原来只要我多想一点，说话温柔一点，就能让大家心情变好呀。隔天晚上，情绪怪兽又跑来找晴晴，他拍着肚子，神秘兮兮地说：“晴晴，你知道吗？除了同理心，还有一个小秘诀，能让你变成大家最喜欢的好朋友哦。”晴晴眼睛一亮，什么秘诀？快告诉我！情绪怪兽伸出毛茸茸的大拇指，笑着说：“就是有礼貌。”晴晴歪着头，有礼貌，就是说请、谢谢、对不起那种吗？对啊，情绪怪兽点点头。这些小小的词看起来很简单，但却能把灰灰的心情泡泡云朵变成亮晶晶的金色泡泡云朵呢。晴晴想了想，决定试一试。第二天早上，她坐在餐桌前，笑嘻嘻地说：“妈妈，今天的早餐好香哦，谢谢你准备早餐给我吃。”妈妈一愣，立刻笑得像太阳一样，头顶的泡泡云朵闪闪发光。在学校游戏时间，晴晴不小心撞到阿豪，她立刻停下来说：“啊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还好吗？”阿豪说：“没关系，我没事。”
两人又继续一起玩，心情一点都没受影响。放学回家后，爸爸帮晴晴检查功课，晴晴拍拍爸爸的手说：“爸爸，谢谢你帮我检查。”爸爸心里暖乎乎的，灰色的泡泡云朵立刻变成了金色。情绪怪兽拍拍肚子，大声笑着：“哈哈哈，成功了！同理心加上有礼貌，这就是最棒的魔法组合。”从那天起，晴晴慢慢改掉了不礼貌嘴的习惯。她学会了先想一想，再开口说话，学会了看到别人的心情，也学会了请、谢谢、对不起这些神奇的礼貌魔法。她发现，当自己说话温柔、懂得体贴时，妈妈的笑容变多了，爸爸的眉头不再皱得那么紧。在学校里，同学们也愿意跟他一起玩，一起做事。有一天，情绪怪兽拍拍肚子，笑嘻嘻地说：“哎呀，晴晴，最近我都瘦了一圈，因为你越来越少生气，也越来越会好好说话啦。”晴晴哈哈大笑，哇，那就代表我真的变厉害了。情绪怪兽眨眨眼说：“没错，记得哦，同理心就像一副魔法眼镜，让你看见别人的感受；礼貌就像魔法咒语，能把心情泡泡云朵变得亮晶晶。”晴晴点点头，把这句话牢牢记在心里。亲爱的小朋友，你有没有发现啊？晴晴一开始的不礼貌嘴，常常让别人心里不舒服。但是，当她学会先想一想，说话有礼貌，还加上同理心，哇，她就像变魔法一样，让自己和大家的心情泡泡云朵闪闪发亮。所以，下次当我们想说出一句话时，不妨先停一下，想想别人的感受，再加上一句请、谢谢、对不起，你也会像晴晴一样，变成让大家喜欢、笑容满满的小魔法师哦。如果喜欢今天的故事，别忘了订阅频道或分享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！拜拜。